大家好，我係 Alex。今日咧我揀咗呢本書《Can't Hurt Me》嚟同大家分享啦。唔單止因為佢喺 Amazon 咧長期喺勵志類排行榜第一名，更因為佢唔止睇完熱血咧，仲真係會令你人生有轉變嘅。喺 Amazon 有超過12萬個人俾評價，平均分高達4.8分，喺 Goodreads 都有4.36分，超過28萬人評過。呢啲數字已經係一種實力認證。老實講，咁我起初都有懷疑，心諗咁 hardcore 嘅軍人故事會唔會太 man，同我又有咩關係？但係當我真係睇落去，我發現 David Goggins 根本唔係淨係講點樣練到 fit，而係講緊點樣打破你自己腦入邊設下嘅限制，發掘一個全新嘅自己。作者 David Goggins 原本係一個300磅肥仔，細個俾人虐待，成績差，人生冇方向。但係佢靠自己，用最殘酷嘅訓練變咗做 Navy SEAL、極限馬拉松冠軍、世界紀錄保持者、激勵演講家。佢唔係天生叻，而係用血汗講俾你聽。你大多數嘅痛苦，只係你想像出嚟。書一開頭已經震撼啦。佢講自己以前做隨從工人，每日對住曱甴、奶昔同埋電動機，重300磅。行幾步都氣喘，但有一日佢睇電視，見到美軍特種部隊 Navy SEAL 訓練畫面，突然間醒咗，心諗我想變做呢種人。佢打去報名，人哋話你從300磅要減100磅先報得名，仲要3個月內搞掂。換咗係大部分人應該即刻收線，但係 Goggins 冇。佢凌晨4點起身跑步，晚餐淨係食雞胸，日日燥到抽筋，嘔都唔停。結果3個月之後，佢真係成功減到190磅，入咗SEAL訓練營，仲頂住3次地獄周，最終成為全美最強部隊嘅一員。佢話：我唔係超人，我只係夠膽面對痛苦。佢書入邊呢講咗一個概念啊，你腦入邊有個掌控者，佢叫做 The Governor。佢形容你個腦好似一部跑車，但係你自己 set 咗限速掣，限制咗自己發揮。你話自己嗌嘅話唔得。其實好多時唔係身體頂唔順，而係腦入邊嗰把聲話你停。佢話你其實仲有成40% 潛力未用，只係你部內在 governor 唔俾你行埋去。我自己跑10公里嘅時候啦，去到第7公里啦，隻腳抽筋，心諗想停，但我記起書入邊講，你想停只係因為你個腦話你停。我咬實牙關行多幾步，最後真係破咗自己紀錄。咁所以下次你想講做唔到夠啦，之前就問自己係我真係做唔到，定係我個腦叫我停？你未試爆一次，你唔知自己有幾勁。Goggins 仲有一個重點，唔好逃避痛苦，學識擁抱佢。佢提倡 coalescing your mind， 即係訓練你個腦好似起繭咁，越經歷痛苦越唔怕。就好似你第一次做掌上壓會痛，第10次會避，100次之後就當日常痛苦都一樣，重複接觸你就會習慣，之後超越。我以前做 presentation 好驚見客會震，但係我逼自己每個禮拜報一次公開演講，主持 team meeting，慢慢就唔再驚，仲開始 enjoy 上台。建議你可以每日做一樣你唔舒服但唔致命嘅事，例如沖凍水涼、早起半個鐘、跑樓梯，你會發現你嘅心智真係會變硬。另外，佢講咗一樣好打動我，唔好再重播你嘅悲情劇本。佢話好多人成日重播自己嘅不幸，童年被虐待，爸爸唔理，讀書差、失戀，結果困住咗自己。佢建議你寫低所有黑暗經歷，然後大聲講出嚟，唔係為咗咩靈修，而係要你正面面對，跟住撕爛佢，話俾自己聽，我唔再由呢啲嘢定義。你本來一直喺度活緊一本悲情小説，但係而家你可以轉 genre 寫一本英雄故事。我曾經好介意自己中學成績差，面試嘅時成日覺得自己唔夠班，但我同佢個方法寫低講出嚟，然後將佢轉化做能量，結果成功轉工升職，因為我唔再怕講過去，而係用佢做我前行嘅推動力。所以你不如今晚攞本簿寫低一段你一直唔敢面對嘅經歷，睇完問自己，我可以點用呢段故事嚟幫自己？你未來一定會感激今日願意面對過去嘅你。咁睇完 Can't Hurt Me，我最大轉變就係唔再驚痛苦，唔再逃避挑戰。以前我會話我未準備好，我怕醜，我冇能力。但係而家我記住 Goggins 講過一句：你唔可以傷害我，因為我已經行過地獄，仲生存到。而家嘅我唔再等到心情啱先做事，而係明白行動先會改變心情。我最中意書入邊一句：Most people who are criticizing and judging haven't even tried what you failed at， 都係嗰句。聽完萬卷書，務必踏出第一步，你嘅人生先會改變。